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日红龙独家提供便宜。大家国家嘅国民啊，都有一种国民身份证，这种卡咧代表係你係了只國家嘅合法嘅身份，享受了只國家嘅權利到義務。基本嘅紀錄片講嘅係一個類似印尼嘅華僑公繞區阿婆，佢到台灣第30年咧5個。佢冇身份證，而家當熱性嘅土壤，攞佢停手咧，申請身份證嘅過程，也記錄佢內幾個困難攞故事。大家攞看呢幾個紀錄片《身份證》。台湾中間有一條山，那條山是哪一條？阿里山。105年開始。國民年金每人每月發放金額為多少？7000咯。國民年滿幾歲的時候就要領國民身份證了？18歲啦。慢慢走啊，阿妈，距方位慢一點啦。她是这部片的女主角阿瑶。1932年9月1日，在印尼的雅加达出生。我以前曾经是一名社工员，现在在拍纪录片。我原本只是想拍阿瑶做资源回收的故事，没想到为了一张身份证，我们展开了一段旅程。买瓦斯，他妈的，买瓦斯的人很坏，给我过期的，要花300元。现在我不要，我要用电锅好了更好。你幾年來台灣？89年啦。来台湾啦，我想要去上班啦。他说不要上班了，找老伴好了，做介绍人呢，一个人1万等1万等。结果你们认識多久結婚？一下子明天就結婚了。有請客嗎？有，兩桌子。那邊的人，跟阿兵哥幾個好朋友的阿兵哥。那你有穿那個新娘衣服？就是穿這個。就是這個。嗯，我想回家，我不要跟他結婚。他說不行，我也是跟你買來的。他說你也是從印尼來的，我也是從大陸來的。我們2個人也是很遠來的啦，不是很容易哦。唉，我要工作，人家都不聽啊，沒有身份證。哦。這個多少錢？25。1斤哦。嗯。那紙箱嘞？3斤。
啊，这个嘞，沙拉油嘞，油是1块，油是这块那你这样子一个月减多少钱？ ，2000多人。够吗？啊，算了，不够，够不够也是一样样啊。人家说我们捡这个不要怕啦，我们也没有偷，也没有抢了，是人家不要的盒子丢在外面门口。我们问先生，你这箱子要吗？不要给我啊，好吗？阿瑶在民国78年从印尼来到台湾，当时她57岁，嫁给了65岁的农民老邓。没想到婚后却一直考不过台湾的身份证考试。老邓在91年过世，留下一栋房子，阿瑶一直独居到现在。她没有身份证，没有护照，没有户头，现在86岁了，没有老人年金，也不能申请中低收入户。如果有一天他在家里倒下了，也不能使用长照系统，所以我们讨论之后，决定要再重新申请一次身份证。其实要证明阿瑶是台湾籍，有一个最简单的方法。根据《中华民国国籍法》第2条第1项第1款，出生时父或母为中华民国国民。阿瑶的爸妈在清末内乱的时候，从福建逃到印尼，在民国21年把阿瑶生下来。根据史料的记载，中华民国是在民国38年的时候撤退到台湾，所以阿瑶出生时，他的父母的确就是中华民国国民。可是现在阿瑶拿不出任何的证据，所以这一条走不了。那我们只能改走第4款，国籍规划。如果说依照我们台湾的国籍法的规定，我们台湾国籍法的第3条有讲到，就是说，如果说是外国人或是无国籍人要规划我们台湾国籍的话呢，那第一个就是说，你必须要合法的在台湾你要住183天以上，然后这个不是只有1年哦，这个要5年以上。那第2个还必须要年满20岁以上，要有行为能力。那当然江奶奶的个案哈，因为奶奶都已经80、90岁，所以20岁这个是铁定已经到达了。那还有不良塑形要良民证，然后我想这个部分没问题。第4个是要有相当的专业跟技能能力。第5点，他必须要具备我国的基本语言能力跟权利义务的基本常识。所以这个的话，就是说我们台湾在近年来也算是敞开心胸来影响国际社会，所以我们对于外配也是非常的欢迎的哈。加油吃。加油吃！你吃饱了吗？我正在炖热了。修，这个也好吃啊。印尼咖喱哦。印尼咖喱有什么不一样？有的那个汤是一点点的冷。要弄身份证还要跑一些地方哦。就是没有钱，跑了多少次，也是不赶快去我们做。如果阿瑶要取得身份证，必须要有5个要件：他没有不良塑形，年满20，有行为能力，直接过了2关。接下来连续5年在台合法居留，看起来也蛮容易的，因为他已经在台湾住了28年，所以我直接到移民署去调资料。看了阿瑶的居留资料表，原本应该要1年办理一次的居留证展延。他从104年的3月31号到期到现在都没有办理展延，所以他现在是非法居留的身份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我要符合这一关的规定，我必须要现在帮阿瑶恢复合法居留，然后再等5年，到时候他已经90岁了。他从印尼进来嘛，然后理论上他应该要带身份证明文件。
对，可是我们查他的过去的居留记录，没有发现他是无国籍的身份。当时印尼排华比较中低的那个阶层的人，听说是没有身份的，是没有身份的。那可能他因为这样，对他听说他只愿意发给他一个旅行文件让你走，一个旅行文让你出去而已。你们帮他办了合法居留之后啊，他后面就开始又逾期了。怎么通知他说到期？一般是会寄信跟电话，可是奶奶没电话，所以就只有寄信。所以他寄信他可能也不会看啊，电话也没有接，他也没有电话。这种情形，在桃园多吗？其实，你说一起的是不是？这是对这很少，国籍其实很少，这很少嘞，这很少，这还是我们发现的第一个案例。回家的路上，我想还是要赶快带阿瑶来恢复合法居留，但是因为逾期太久，必须要付1万元的罚金跟1000元的展延费用，所以我决定上脸书向同温层求救。今天想要请大家帮忙的就是，希望可以透过这个网络的募款，然后一人一点点来帮。没想到短短的几个小时，1万1就募到了。很多灰尘呀，哪里？那个汽车啊，没有洗完呀。你知道我们现在要去哪里吗？移民厅。移民厅，对，我们要去缴钱。开始拍照喽，请看荧幕，保持微笑。3、2、1。老了semua白头发。之后你要再来改时间吗？想要回去吗？这样就缴回。这钱呢？我算看，这一次多少？1万块是罚金，1000块是办居留证的。你身上还有其他钱吗？没有。那我自己请你吃饭的都没有了。这个法令规定没办法拿到居留证之后，我马上带着阿瑶来行使她的第一个权利——全民健保。缴费期限其实这个都过期了，没关系，可以拿去缴这个没有问题。不过依据全民健保法，阿瑶是外国人投保，所以恢复合法居留后，还要再等6个月才能健保开卡。那个医生是香港人啊，香港人啊，讲广东话啊。哪一间？心脏科啊，有血压高啊，100多。什么时候血压高？刚才量180多。高血压。另外一个为什么要多拿一个药？我颈痛啊。可是这个不是你看。停在这里啊，没下啦。有啊，他写利尿，为什么要利尿？你尿不出来哦。我啊。阿瑶的合法居留5年，在移民署这边卡住，所以我跨过去，先面对财产或专业技能这一关。阿瑶唯一的专业技能就是她以前在印尼卖锅贴。面粉1斤，放一点盐，用水拿来，暖，煮腿煮，拖淡薄啊油。那白菜、白糖、辣椒，切的，慢，我是免的得嘞，切，ngam， balik ngam， tinggi be， pedas be， ngam。不过我真的不确定做锅贴能不能被政府认定为专业技能，所以还是要有财产比较妥当。
以法条来看，这看起来都是不是一个很确定的东西。对，所以他写有相当之财产，但相当是多少？对，你拿出来的这个通常都是一个那个标准，通常都只是一个基本的标准嘛。当然，但是有时候会，审定机关像内政部，他会看个案的情形，然后去决定。了解。你能不能够自立这样子？其实有关于相当的那个财产，它放在私刑法的第7条，国民法私刑法的第7条，这个门槛还算蛮高的。它有讲到就是说，他的收入必须要是一般的公告基本工资的2倍。那假设说我们一般人基本工资是2万块好了，他必须要能够赚到4万块。其实坦白说，赚4万块是很厉害耶。我们现在台湾大学毕业生也才2、3万啊，所以你要叫他赢过大学毕业生，那说那你只能够找到高阶人才。可是高阶人才会不会说就这样要来移民？那你要看人家愿不愿意啊。然后还有就是他说国内不动产必须要超过新台币价值500万，这个也不算低哦。所以我都觉得说这个门槛，坦白说，这个就是我们刚刚在讨论的，你的开放跟管制之间，你要一个合理的标准。好，那这个标准是在我看来有点过高，当然这个在政策上还可以再做讨论。看起来阿瑶现在唯一的财产就只有那栋房子了。为了要申请权状，我带着阿瑶到地政事务所，请2062号到4号会谈。可是目前是谁的名字？邓宗林。对。可是他本人是叫江瑶池。邓宗林是他先生。你看邓宗林。好了，因为可是他现在还不是，那财产不是他的，他是他先生的财产。还没办继承就不是他的，所以现在可以证明的也就只有这张单子了。看起来。因为这张单子，他没有一定是，可是他有写继承人，因为他税一定要缴，一定要找一个人去缴。他本身是哪个？是完全无国籍的人。无国籍，那还要等身份先确定啊，因为他身份没确定前。地政说阿瑶没有身份证，所以不能办继承，不能申请权状。但是我们就是要申请权状才会有身份证啊，所以我们又回到户政。哦，他说，应该要先来户政申请户籍誊本，然后先生先除户，然后他说这样子就可以用户籍誊本证明，他是当然继承人。那就先帮他申请先生的除户誊本。都是七年。铁江瑶池。还好。可是不知道他那个税多少钱。这个人死了，闷哦。谁？老同学死了，闷哦。我自己丈夫死了就不敢到人家的家里，我到人家的家里，人家会说我想要借钱，是不是？我就不敢去人家家里，在家里听收音机好了，没有电视听收音机好了。像我这样子，没有丈夫，没有儿女。也没有什么工作。你楼上还有在漏水吗？下很大的雨会漏水。那我上去看一下哦。你看，不是黑黑吗？你看它的水，都地面上都漏了。我已经上一次，我老公已经用水泥用砖，人家不要的砖捡起来就漏了。原本只是要到3楼检查有没有漏水，
却赫然发现楼上原来是一片花园。阿瑶说，爷爷以前都跟他一起在楼上种花。你多久没上来了？有上来了。你爬得上去吗？爬它。好了吗？好了，看好了。好了。这是爷爷年轻的时候。哦，有。你有看？他想要去大陆的时候20几岁，30几岁。我也不知道，他也不喜欢吃橘子啊。那你还拜他橘子？我想要吃啊。他想要布丁啊，不知道他，有的给他买，给他东西吃，他不吃，用他的那个邮票了，邮票邮的在那个小人国那边买，我们去小人国，阿利夫特，是不是？阿利夫特，姜母，巴拉，这个也是阿扁给的。他的老婆要求啊，没有钱还要买钻石，多少个？爷爷是什么时候过世？2002年，他有病，一直心脏病，后来又过世，尿出来，朋友带他到伊人医院，我赶快拿几件衣服了，他手上还有1万多等，后来他死了，又发作了，我说医生，他又发作了，没有救了，咚，用电好像，晚上6点多。牙齿通通动。我驾照我弄给你。有时候来到这边没有，都去对面买个便当给他吃。身份给一半，身份
好几十名菲律宾华侨在立法院大门口喊出不满。怎么会有人29年都没有身份证？这么离谱的事就发生在桃园。到台湾30年啊，我摕居留证。为什么无身份证？新北市一名杜姓妇人遭遇受到了关注，她自称20多年前从印尼来台湾结婚生子，结果印尼政府就以滞留海外过久注销了她的国籍，导致她成了国际人球。那一天，热心的民众知道了阿瑶的故事，决定要送一台电视给她。自从老邓过世之后，阿瑶已经15年没有看过电视了。可是装了电视之后，他就没有想要再跟我聊天了。那你们家现在印尼还有谁？我们还是要继续身份证的旅程，还记得吗？就在我们地政户政来回旋转之后，财产这一关还是很不确定。后来有朋友开玩笑建议我，干脆跟阿瑶登记结婚好了，搞不好他就可以直接拿到身份证。我想想也对齁。不过阿瑶来到台湾相亲，一直都是被选择，所以我想要让他有选择的权利。这3个哪一个比较帅啊？这个为什么？我看伊无气球啊，无喙鬚，我也无喙鬚啊。有淡薄啊。坦白说，阿瑶没有选我，我是有一点难过。不过这些都无济于事了。后来我上网查了一下资料，就算我们结了婚，还要申请面谈。还要附上婚纱照、交往照、生活照或通联记录等等。就算这些都通过了，我们也只能过财产这一关，其他2关还是卡住啊。算了，还是乖乖的往下一关前进好了。基本语言能力及国民权利义务常识。曾经受理过国籍的时候，我发现到最后的时候，他要签名，他连他的名字都好像有点签不太出来。对。所以为什么最起码要求说，你要拿到我们中华民国国籍的时候，希望你能够要有一点基本的，能够跟人家沟通。如果你要通过语言能力及常识，你可以有3个选择：1. 到学校上课1年；2. 到政府机关上课72小时；3. 国籍规划考试。由于阿瑶的年纪实在太大了，根本没有办法去上课，所以我们选择考试。而且阿瑶是65岁以上，考试只要50分就及格，还有口试的服务。我下载了题库，一直不断的帮阿瑶补习，到最后他只跟我说：“哎呦，我也没有读过这边的书，哪里听得懂呢？上一次我就这么500等，500等，人家都听不懂说英语话，500元。”不过没关系，我发挥社工专业，一直不断的给他鼓励。我们终于要去考试了。在台湾吃肉粽是什么节？端午节。答对了。请问台湾的最高立法机关是哪一个？是立法院还是行政院？行政院呢？错。是立法院。立法院。哇，这一题也太难了吧？请问你现在有工作吗？没有啊，老了。那你现在在做什么？捡环保了。那你喜欢捡环保吗？也不喜欢啊，没有钱啊，这不得已啊，要捡环保，还这个税，还那个税啦。是不是？啊。对啊，那时候福建就福建，那时候也不会有人追究都要好。第一个是什么？台湾啊。第2个？我也不知道。第3个？印尼。第3、第4我也不知道。第5个？日本、美国。
第七个。你是阿爸，我就问你，菲律宾啊。谢谢。进来考试好吗？好。考试那个在里面，嘴巴问你哦哈，你就回答我就好了，好，可以哈，听不懂你就再跟我讲一次。我们有一个妇女节，妇女节是几月几号？知道吗？刚棒。对，好厉害哦，知道。你知道儿童节是几月几号吗？我也不知道。不知道。我们1月1日嘛。那在台湾呢，我们规定那个总统是谁要选的？自己选哈。你知道台湾不是很多山脉吗？中间最长的那个山脉叫什么名字？阿里山。你这边坐着等我一下，你等我一下。这个问这个差不多了，是不是？以前真的很难哦，给你2个礼拜。看书。哎呀，都是字，看字字们，看地图了。我相信阿瑶一定是凭自己的实力考到这73分。现在他很开心，连走路都有风了。上面大，下面力，努力的力。念夯。康呀。夯。康。玛丽夯。玛丽康。我接个电话哈。喂。就是按照他自己的。在汽车不可以打电话。最难的考试顺利通过了，但是回头看看，我们还有2关卡住，所以我决定直接打电话到内政部询问看看。那我建议你透过他那个住所地的户政事务所把这个案子报上来，我们来研究看看。那就是说，可能就是先不要报那个申请案，是先报那个异议案。就是说这个案子是有不符合规定，但是是不是可以研究的部分？了解。身份证几时拿出来啊？身份证啊，现在从杨梅要送到台北。等一下，比如我们有身份证了，我们回印尼了。你看我哥哥好了，很久没有看，20多年了没有回去了。我哥哥叫我回去，我们的第2个故乡啊。我们住在这里，爪哇岛，在下面一点，在一个车道，那边印尼很坏，他们国庆日又要跟我们中国人讨钱，做他的庆祝。那你那时候有结婚？我结婚呢，我38岁，就是我们在买火车的时候，后来他死了。后来呢？于是到快乐世界去人缝衣服了，一件多少钱？300吧，400这样子的。后来人家说，我们去台湾找工作了，我也要去。案子送上去之后，我几乎每天都会查询进度，从杨梅户政事务所到桃园市政府，现在已经在内政部卡了很久。后来我再也等不下去，我打了一通电话给内政部的承办人。查证的东西就是很多啦，很多事项会这样子，但是他是要许可之前，就是本来要把异议的地方解释清楚，那没有问题就是 OK 就这样子，因为案子多嘛。你看你们的电话民众打电话都用多，我们每天进来案件量大。了解。要处理要时间呐。好，就你的经验，他大概什么时候会有结果？我也不知道啊，我们如果说 OK， 我们就会去做处理了啦。可是我没办法跟你讲掌握时间。那如果我想要再多一些佐证的话，是也要跟户政事务所这边，对不对？没有啊，你现在要去佐证是什么？现在他是当事人啊，你只是说是协助他而已啊。你跟他那么好，你看是不是如果有你再看他有没有那个原始的863离证？
原始的86301证，是不是？对呀。好，那我回去问问他好了。好，好不好？好，拜拜。好，谢谢。承办人员口中的86301专案，指的是内政部在89年的函释。根据入出国籍移民法第16条第2项，如果你是泰缅、印尼地区的无国籍人民，在本法施行前，也就是88年5月21号以前入境台湾的话，应该要被许可居留。而且如果你要规划国籍，也有特殊的规定。如果阿瑶真的能符合86301，那他的合法居留可能就有解了，而且不用附上财产跟专业技能的证明，之前卡的2关可能就会迎刃而解。但是这个专案有一个备注，你的居留证必须要有内政部警察署的专案文号。后来打了几通电话，经过移民署的确认，阿瑶的居留证没有文号。所以现在我和阿瑶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待内政部的审核结果。你这几天都不去卖了吼？很冷，又口渴。你有喝水吗？没有了，睡觉了，身体不舒服，睡觉，睡觉，早上到晚上，刚才起来太早了，天亮还没有亮。血糖过高、尿道感染、败血症，同时打强心针，这随时有生命危险。我在医院待到将近早上，护理师请我先回家。回家的路上，我的脑中一直不断浮现这一阵子我跟江耀慈相处的画面。为什么不吃饭呢？来不及。哎，现在无别讲，来不及，来不及。第一要紧要吃饭啊。工作是第2了，找钱第3吗？如果有一天我来你们家的时候啊，你真的死掉了，我要怎么帮你弄？我烧好了，3天才来拿骨头，丢在海里了，不要放在那边了，骨灰那边，又要钱啊。阿瑶在加护病房一阵子了，最近我一直在想，我们这几个月的奔波，她醒来了，还要面临一大笔庞大的医药费。如果她怎么了，我连丧葬补助在哪里我都不知道。她是印尼来台的华人，却在台湾被认定为无国籍。到底国籍是什么？国籍规划疑议案，申请人江瑶池，本人于1989年持印尼旅游签来台，当时并未通过身份证考试，故至今仍未取得国籍。本人为无国籍居民，无法出国。
在台居住28年，未曾离开。由于看不懂中文字，故收到移民署之居留证展言公文，未能及时完成展言。自居住期间，由非法及合法居留相互交替。本人现已年迈，长期居住本国事实，且自认为是本国人，恳请审查本案是否以其情可悯为裁量权，使我通过规划国籍。代述人周少强。囡仔伫海边耍耍，为什么咧沙声？我头一看，山雨海洋来冲破，看来淡薄仔趣味，嘻嘻欢欢。无浪起落搁下定定塌塌，一片的白山嘛无留着声。红尘繁华，总是阵阵海风来吹散。满天星影。念伊着无过去的影子。让偏地独界公绕起阿婆啊，佢独界接受本土访问界世界机构，都已经按倒水咧，和接受本人来拍纪录片，实在系当拍摄。不过咧，佢为到按身份证按3万来打拼，是系为到会停手，然后佢有想唔通困难嘅人，有嘅人啊，都推翻唔会少，系当到上一台建国派发认同嘅东南亚嘅华侨嘅生命嘅过程。佢哋嘅生命咧，因为系统嘅变迁，然后用硬冰冰嘅法律条文变到非常嘅困难。呢是希望講做啲透過呢基本嘅紀錄片，俾所有嘅朋友有很好多嘅認識，然後了解多一份嘅溫暖，然後善心。第一是基本嘅紅龍獨界，佢講便宜，呢啲下擺見。